如果你百年歸老之後，戶口仲有幾百萬，你人生最慘嘅唔係窮，係死得太富有。如果你依家每日飲小杯奶茶，唔敢同朋友去旅行，病咗都唔敢請假，諗住將所有錢存落銀行，等65歲退休，我今日要非常沉重咁同你講，你可能正在犯下人生最大嘅錯誤。你有冇諗過，如果你死嗰日，銀行戶口仲有200萬，代表咩？代表你用咗人生幾千個鐘頭嘅命，無數個加班嘅夜晚，去換一堆你完全冇用過嘅數字。你唔係慳咗錢，你係幫老細免費打咗幾年工啊！今日呢本書《Die with Zero》，中文譯名《零遺產思維》，作者 Bill Perkins。呢位老兄唔係咩心靈雞湯導師，佢係美國對沖基金嘅頂級交易員，能源領域嘅億萬富豪。佢用精密的數學模型同對沖基金嘅風險管理思維，去破解人類最荒謬嘅理財迷思。正如作者所講，人生要學識及時行樂，所以趁我個 channel 仲未 Die with Zero 嘅時候，麻煩大家順手按個 subscribe，幫補下我呢個免費陪你吹水嘅打工仔。唔該晒。呢本書係特別獻給每一位每日都為錢焦慮、餐餐計住嘅中產家庭。睇完呢幾分鐘，你嘅人生觀同理財觀可能會被徹底翻轉。好，我們直入核心。Bill Perkins 喺書裏面提出第一個震撼觀點：錢其實等於生命能量 （life energy）。你諗下，你每個月賺3萬蚊，代價係咩？係你每個月160個小時嘅自由，你嘅青春，你陪屋企人嘅時間。仲有你日益減少嘅頭髮，你用生命換鈔票，但係鈔票本身係冇價值的，佢只係一個中介人，用嚟換取人生體驗。中產階級最中意做咩？延遲享樂，等我存夠1000萬先去歐遊啦，等我退休先去學潛水啦。結果呢，你一路將生命能量轉化成數字，存喺戶口。如果你80歲過身，戶口仲剩返300萬，按你以前嘅時薪折算，就等於你喺30歲至40歲精力最旺盛嘅時候，白白為老細免費打咗5年工。你死嗰陣，銀行唔會頒個最佳節儉獎給你，醫院亦唔會因為你戶口多錢而幫你買回20歲嘅膝頭哥。Bill Perkins 話：最高級嘅理財唔係追求資產最大化，而係追求人生體驗回報最大化。最佳嘅終點係你死嗰一日，戶口剛好歸零 ，Die with zero。因為每一分未用嘅錢，都係被浪費掉嘅生命能量。聽到呢度喎，我知道好多中產家長已經想打我，講得輕鬆，我唔存錢，第時老咗食泥啊，我仲要養仔女啊。冷靜啲 ，Bill Perkins 係對沖基金經理，佢唔係叫你今日將所有錢花光去賭博，佢講嘅係時間資產配置。呢度就要講到本書最精妙嘅概念：記憶股息 （memory dividends）。金融產品有股票股息，但人生體驗有記憶股息。假設你25歲嘅時候咬緊牙關，花咗2萬蚊同好朋友去咗趟歐洲 backpacking， 呢2萬蚊睇落去好似花光咗，但喺接下來嘅40年裏面，每一次你同朋友聚會吹水，每一次你翻睇啲舊相，甚至在你60歲工作壓力大到想死嘅深夜，想起當年在阿爾卑斯山腳下飲啤酒嘅自由，呢份記憶都會源源不絕咁派發快樂股息給你。如果你等到65歲，終於存夠錢去歐洲呢，第一，你關節痛，行2步就要搖凳坐；第二，你可能食唔落當地的美食；第三，最殘酷嘅係，你領取記憶股息嘅年期只剩返10年或者20年。25歲花嘅2萬蚊產生的總快樂回報，遠遠高過65歲花嘅20萬。體驗係會隨着年齡貶值的，健康同精力先係享受體驗嘅乘數學。Bill Perkins 將我們成年後嘅人生分做3個階段。第一 ，Go-Go Years 衝刺期，約20到45歲，健康爆棚，精力充沛，想去邊就去邊，想玩極限運動都得。第二 ，Slow Go Years 減速期，約45到70歲，體力開始下滑，行山開始痛，去長途旅行會覺得好攰，偏向喜歡靜態活動。第三 ，No Go Years 停滯期，70歲以上，活動範圍基本上限制喺屋企同醫院附近，
有錢都花唔出。但係我哋中產嘅真實寫照係咩？喺高高年代，我哋拼命加班，慳買衫，慳去旅行，把所有資源存起來。等到 No Go 年代，我哋終於有錢啦，但係身體已經不允許我哋去享受呢種行為。喺金融學上面叫做資產配置嚴重失衡。作者教咗一個實用工具，叫做時間水桶法 （Time Bucketing）。唔好只寫一生想做嘅清單 （Bucket List），你要將體驗按年齡桶分類，想滑雪、滑浪、帶幼童去迪士尼。呢啲必須放在30到40歲嘅水桶。想坐郵輪、看畫展、寫回憶錄，呢啲可以放在60到70歲嘅水桶。如果你把需要強大體力的體驗擺喺65歲嘅水桶，就等於直接將佢扔進垃圾桶。我知道聽到呢度，好多華人父母已經按捺不住。我咁努力慳錢係為咗留給下一代啊！如果我 die with zero，我仔女點算？ Bill Perkins 喺書裏面用數據直接打臉呢種自嗨式慈母嚴父。統計顯示，現代人繼承遺產嘅平均年齡係50歲至60歲。各位想想看，你仔女60歲嘅時候，佢哋事業已經穩定，甚至自己都快要退休，你嗰陣留200萬俾佢，只係佢哋銀行戶口嘅一串數字，邊度仲可以改變佢哋嘅人生？仔女最需要錢嘅時候係幾時？係26歲至35歲嗰陣，佢哋要創業、結婚、買樓或者攻讀碩士。你喺佢哋30歲嗰陣資助20萬，遠遠好過喺佢哋60歲嗰陣留200萬。所以作者建議，如果你想給錢仔女，喺你仲活着嘅時候，喺佢哋最需要嘅黃金年齡俾佢哋。咁樣你唔單止可以親眼睇住呢筆錢點樣幫到佢哋，仲可以一齊享受呢份快樂。死後留一筆龐大嘅遺產，只係代表你缺乏計劃，懶得處理財務嘅表現。講咗咁多，我們來總結一下 Bill Perkins 喺 Die with Zero 帶給我們嘅3個終極啟示。第一，錢係用嚟換體驗嘅工具，唔好盲目追求戶口數字，要追求人生履歷同記憶。第二，提早投資體驗，賺取記憶股息，趁健康同年輕做符合嗰個年齡段嘅事。第三，提早資助仔女，拒絕死後留垃圾遺產，喺佢哋最需要嘅時候給予幫助，親眼見證佢哋嘅成長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千萬唔好做儲蓄數字嘅奴隸。人生最悲慘嘅事，唔係人死了，錢沒花完，而係你用盡一生去存錢，最後發現自己從來冇真正活過。由今日開始，唔好再盲目地慳得就慳啦。算一算你個 net worth peak 資產巔峰點，抽一部分資源帶屋企人去食一頓好飯，去一次夢寐以求嘅旅行，或者去學一門你一直想學嘅手藝。因為當你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，你帶唔走任何一分錢，你唯一能帶走嘅只有你腦海中嘅記憶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集講書點醒咗你，記得 like share 俾身邊嗰個每日都好焦慮慳到極致嘅朋友。你覺得死嗰陣戶口應該剩幾多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討論。我們下一集見，拜拜。